大家了呀，大家好了，呃，乐于给新年了吧当，那么，首先要问候上师主古，还有善知识们，还有属神的僧众们、僧团的僧众尼众，还有东西方所有的法友们，还有所有的藏族朋友们。首先问候大家身体健康。之前有几堂课，有大概1-2堂课吧，有研课。那最主要是这个身体需要一些休息，也并不是并不是很不舒服，但是就需要休息一下。那虽然一个星期只有4堂课，但是因为要准备这些课程，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有时候备课上太用力了，所以可能会有些头痛或者身体有些不舒服。有时候太用力去准备的话，结果可能会这个头痛啊各方面会更严重，所以还是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之前几堂课有研课，所以我觉得要先跟各位说一声比较好。那么今天是传播传记课程的第12堂课。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法王米觉多杰妙行解脱自传当中的，应该是要讲到第20个颂文。那么依据逝者桑杰巴珠撰写的《妙行解脱自传》的注解当中的科判，现在讲到的是世俗菩提心的观修，可以有分为座上和座下2个部分。那么现在讲到的是第2个部分，座下转为道用的部分。那有10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讲到第10个，转贪为道用。但是在讲第10个之前，那么我们要先把这个上一堂课没有讲完的，就是第9个转称为道用的部分先讲完，之后我们会再进入到转贪为道用的部分。那么上次第9个转称为道用，有提到说从世间8法的角度来思维，如何面对失去还有损失等等，再如何面对伤害和背叛，然后再来还有最后会要提到如何面对这个轻视等等。本来这里面应该也要提到如何面对这个痛苦，但是因为之前转痛苦为道用的部分已经讲很多了，所以就在这里面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再多说转痛苦为道用的话就比较没有必要了。那这里我想做一个比喻啊，那么过去的这些祖师们我们没有见过的，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听闻到他讲法的，我们看到传记当中记载他们如何转为道用，比如说将痛苦转为道用，而变成是让自己的善心更为增长的助缘跟顺缘。
那同时，我们今生亲近到的一些上师跟善知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天嘎仁波切，护主天嘎仁波切，那相信在座的大家也都知道他，而且都见过天嘎仁波切。天嘎仁波切他有糖尿病，据说仁波切也跟我说过，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糖尿病，是世界上比较好像只有几十个人有得到这样子的特殊的一种糖尿病，也就是如果有一点点伤口，比如说手指头上有点伤口的话，慢慢整个手指头都会这个烂掉。那仁波切以前这样跟我讲过，所以当时呢，仁波切他的就是脚当时就可能有一些伤口，那这伤口就一直好不起来，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就必须要截肢，就有一只脚要截肢。那么当时在要截肢的时候呢，事实上当我们听到说要截肢手足，要截肢，通常我们听到都一定是非常伤心跟非常非常难过。但是仁波切在医院里面要截肢的时候，当然因为打了麻药不会痛，但是仁波切还是知道说比如说正在截肢。当时仁波切还能够修这个施受法，他也发愿说，希望自己今天的这样的截肢能够也利益到众生。所以仁波切当时有这样跟我讲过。那不只是那一次截肢这样的事情，还有似乎是他的右手，还有一次就是右手的这个小拇指也必须要截肢，好像是应该是右手无名指要先截肢，不太记得，总之好像是食指吧。仁波切其实很喜欢这个画画，以前我在西藏的时候写字啊画画这些，所以仁波切都是这是亲自写信给我的，都是亲笔信给我，甚至不只是给我身边的很多的人侍者，仁波切都是亲自写信亲笔信给我们。但是因为右手要这样截肢之后，所以就只能是变成中指跟这个叫做拇指来握笔，是很不方便的。但是仁波切还是这个坚持要这个手写信，所以记得应该是在康巴巴900年纪念的活动上，当时天嘎仁波切来到了会场，当天要修持度诵前巴的上师相应法。当时那个仪轨是上师仪轨，是我特别新的编撰的，所以念诵的唱诵的方式有一些不同。当时我就看到仁波切，他一直都看着这个维诺是怎么唱诵的，然后他还在这个法本上做下这个记录。那是到这一段要怎么唱，这个音调是什么，还做这种笔记。所以我觉得这是仁波切很特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是这么的不舒服，他眼睛一个也是看不到的，然后当然这个也都截肢了，手指头也少了一个，但是他的心还是对于学法，对于这些是非常的，或者说他的心还是非常的欢喜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生了病，我们就会很难过，然后会变得很这个忧伤，然后躲在房里，
不想出去，不想面对很多人等等。但人们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子，他除非是真的身体太不舒服，没办法这个走出去。还记得有一次马哈嘎拉这个年尾的主掌法会，反正人们现在还是要来的，但因为真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办法成行。甚至据说那时候虽然那么的都已经截肢了，怎么样了，但是人们现在还本来预计要回这个西藏一趟的。所以这些是我们有见到的，听闻到他说法过的这样的上师，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讲到这些上师或者说祖师大德，不要就是只是以前的那些古人，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上师大德，是我们应该好好去效仿跟学习，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传记，他们的行仪是怎么样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所以这里就是第转称为道用的部分那么这里会谈到一个叫如何面对这种轻视跟忽视。之前上一堂课谈到很多的不同的伤害，我们面对各种伤害，这里还有另外一种伤害是什么呢？是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忽视或者轻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受伤了。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愿意承认说自己受到了轻视，比较都想要说是别人很重视自己，这是想要承认的。但是对于别人轻视自己，这一点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是我们社会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忽视跟轻视的情况时常都会发生。尤其像我们都会像难过感到难过、痛苦或者这种失落生气的时候，很多有些内心是觉得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忽略或轻视，而有这样子的难过、痛苦等等。举例来说，像生活当中，你有时候觉得怎么父母对于其他可能兄弟姐妹比较照顾，但是却总是忽略了我。那么或者在工作上，会觉得老板好像比较器重的是其他同事，然后也是比较不器重自己。再来就是感情上来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对方心中最重要的人。再来就是有时候修行上还会觉得可能上师好像对其他学生比较好，更重视其他人。总之呢，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充满了这种觉得好像自己不被看重，这种不受尊重的这样的情况。也由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这个能够出名成名，那么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关注，还有这种叫追捧，还有更多人得到更多人的赞美。尤其现在
透过各种这种媒体跟网络，现在是更方便的，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当然，一方面来说，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可能是为什么会想要希望成名，希望能够得到关注和追捧。一方面来说，这是因为你很贪着这个名声；另一方面来说，其实是为了你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一种存在感。或者让自己好像觉得是变得更特别的、不一样的。总之，就是想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举例来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微信，就是我们在微信的这种朋友圈里面，那我们会这个po 很多的照片、文字，或者你会在这个脸书，有时候也会发文，或者是发这些照片啊等等。那无论你这个发什么，那追根究底，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或者找到一种存在感，而且呢，也是想要得到别人的一种认同，还有一种肯定哦，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做。还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甚至不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哪怕呢是有人攻击他、批评和这个骂他、诽谤他，他也可以的，这都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主要的目的达到了。那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抬高了自己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更多人这个在乎自己了。所以甚至不是赞美也可以，有人攻击、批评、骂自己都可以。总之，他会觉得自己是更有存在感，更受人关注。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是要赞美，甚至别人的骂自己诽谤自己，你都是想要为了让自己更有存在感，更被别人所这个在乎。那这里有一个故事这就是真的一个故事之前提到的一些故事，大部分是历史的真实故事，这里是一个这个编撰出来的故事就是过去呢，从前有一个人他呢牵着一头大象到这个大街上去向人炫耀。如果是牵着一头牛到大街上去，可能就不够威风了。所以他是牵着一头大象那是这个很威风的，走在这个大街上晃着。那因为那个地方呢，他这样子只是个村吧，然后这样子牵着大象走来走去，所以那个地方呢是很少能够见到这个大象的，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就为了看热闹，结果就聚集在一起，然后跟在这个大象的后面。那么就在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看这个大象的时候，突然呢，不知道哪里就跑出来了一只哈巴狗。那这个哈巴狗在拉萨是蛮多的。总之呢，回到这个故事不知道从哪里就跑出这样一只哈巴狗。
他一见到这个大象就冲上前去，然后呢就开始狂吠哦，在那边，然后或是在那边尖叫狂吠哦，或者是想要冲撞这个大象。总之呢，就是一副想要挑衅大象哦，要打架的这样的一种姿态。那这时候呢，旁边呢有另外一只这个长毛狗。那只长毛狗呢，看到这个哈巴狗就说：“这个我的这个邻居呀，你呀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你怎么可能是这个大象的对手啊？你看看，你连声音啊都这个喊到沙哑了，都没声音了。大象呢还是一样在那里老神在在的往前继续走啊。你再这个怎么叫，这个大象根本连看都没看你一眼，所以你别在这边丢人现眼了。”这时候哈巴狗就听到，就对着这个长毛狗说：“嘿，你不知道，这其实正合我意啊。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我根本不用打架，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勇敢的狗了。”所以光是这一点想到就让我这个精神抖擞，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之后你看别的狗都会说我什么呢？哇，这个哈巴狗厉害，你看它竟然这个公然的敢要这个挑战这个大象哦。所以总之哈巴狗其实在那边就很高兴，就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当然这就是一个故事哦，但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在这样做，就是我们会为了要这个哗众取宠啊。所以甚至对于这个别人的这种嘲笑哦，然后也不以为耻，甚至还觉得自己很厉害，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光荣。所以我们如果一味的要去追求这种别人的关注，然后想要从各方面得到这种别人的尊重，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想要证明这个自己是特别的，或者说证明自己的一种存在。同时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要得到这种别人的肯定。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呢？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子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特别证明自己是特别的，或者特别要想要证明自己是存在的，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不是那么有自信，并没有这种自信心。那么所谓的没有自信情况大概是有两种，一种是比较表面上的没有自信，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够好，
我很努力了，但是呢，就是还是不够好，或者会觉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等等等等。所以呢，就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呢，会需要这个得到这种别人的关注和认同，然后，所以，因为如果又缺乏别人的关注和认同的话，再加上自己内心又觉得不够好，那是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是一种比较表面的没有自信的一个情况。那这是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可以观察得到的。第二种是比较深层的一种没有自信，也就是说，外表并不是很清楚说好像你没有自信，但是它是深层的一种没有自信，是觉得说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出生，或者说你会觉得更深层的一种你没有找到你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你不是真的很清楚说为什么自己要存在，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没有自信。所以无论是表面的真的很没有自信，或者是深层的这种你不清楚自己真正人生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吧，所以因此这样而不相信自己等等。总之因为这样子的这种没有自信，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因为受到了轻视忽略，没有得到认同或不被看好，所以很多人就得到了比如说忧郁症，或者有些人本来这个还白白胖胖的，那么但是可能受到这个同侪或者同学这个嘲笑他说你太胖了等等，那他就想说这个他觉得不受到认同吧，总之觉得好像被说成很胖，所以最后呢他就不吃东西，然后就有点像得到了一种厌食，这最后是成为厌食症变得非常非常的瘦等等。当然更严重一点，甚至因为太多的这种轻视忽略等等，甚至很多人自杀也都是有的。所以追根究底，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的自信心的一种不够，或者说你没有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这些心理而造成的。所以这里呢，我觉得要说一段这个公案，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公案，一个故事。这个大家应该是都听过的，就是有关密勒日巴尊者的故事。你们知道这个尊者，密勒日巴尊者因为一直都吃这个荨麻，所以身体呢，这个也越来越没有这种气力，而且呢，全身都变成了绿色，像是这个发霉了一样的这样的颜色，就好像我们说水果不是发霉了，上面会白白绿绿的这样子，所以尊者那个的样子就是这样子，让人不敢直视，而且非常的干枯瘦弱，好像随时都要身体都要散掉了一样，瘦成这个样子，瘦骨如柴一样。所以如果任何人见到密勒日巴尊者的样子，会让人无法相信他真的是个人。所以曾经有一次
就是有一群猎人啊，他们去找这个羽毛，因为羽毛要做弓箭用啊，所以他们就去，因为这个山洞上都会有这种鸟巢哦，所以他们可以抓得到鸟有这个羽毛，所以当时就有一群人吧，一群猎人就去找这种羽毛，所以他们就经过了尊者闭关的山洞，从这个洞外他们就看到了尊者，他们一看到就说哇有鬼，洞里有鬼，吓得每个人就转头就跑，因为山洞里就这样一个瘦干干的，然后又全身绿色的一个人，谁看到都觉得是个鬼的样子，所以全都跑，转头就跑。但这时候里面这一个声音说：“嘿，我是人呐，你不要怕，不要怕，我是。”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怕，我是人。这时候大家还是远远的在那看着说，还怀疑说真的吗？真的是人吗？然后还就都不敢靠得太近，就只敢远远的在那边看。他们心中也在说，也在想，如果真是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是个人呢？应该是都怎么可能还活着？应该都死了吧？所以总之呢，他们都只敢远远看，都不敢靠得很近。总之他们就离开了。几天之后，那么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他大概比较有些这种见识啊，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不一般，他应该是个修行人，所以呢，他就再回来了，他就拿着一点这个糌粑，然后想要来供养尊者，然后来跟这个尊者讲话，这样供养他东西。那尊者是完全没有这个糌粑的嘛，他就只有一点荨麻，所以尊者就把这个糌粑呢，就加到了这个荨麻里面，就吃。结果这样吃了之后，就完全恢复了这个体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唱出了最著名的一首道歌《缘起心要曲》。我们现代人，我们吃一点糌粑放在荨麻里，我们也不会这样恢复体力什么的。但因为密勒日巴尊者真的是太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看一点点的糌粑都能够让他如此的恢复体力，这样子的能够提振他的精神恢复他的健康等等。所以这是我们一般人现代人是无法体会的。那个呢，供养糌粑的人叫什么呢？叫做仙多莫。仙多莫。那他供养完之后，他就回去了。那么有一次，他就去参加一个村里的一个酒会，大概是一个婚宴吧，婚宴上的一个酒会。所以他就在会中就跟大家说，我在那个村外这个山上山洞里有一个叫做文喜的人，这是尊者的名字，叫文喜的人。哇，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除了佛法修行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做。所以如果谁想要真的累积福德的话呢，你们就赶快去供养他。那么在当时的人群当中，就在宴会里面那时候密勒日巴的这个姑母也在里面，就是姑母就是曾经虐待过他的那个姑母嘛，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他就是这个他的姑母嘛，所以那时候旁边的人就说：“哎，姑母，你不是他的姑母吗？那你应该去给他送点食物，不是吗？”那姑母也不敢说那么多人嘛，他也不好拒绝，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侍者，他的侍者就带着一点肉，还有一点这个酥油，就去看这个尊者。但当时他们就到了山洞那里，
但尊者呢，因为一直在这个坐中，在闭关，没有出来，所以姑母呢本来就先不喜欢了弥勒日巴，然后再来他是这个很爱生气的一个人，所以最后呢又看尊者一直不出来，总之一生气就把所有要供养的东西放在草地上就走了，就不管了。当然，所以尊者也不知道他的姑母有来，他甚至当然也没看到有人把东西这样的肉啊、一些酥油啊什么放在草地上、草原上。所以后来呢，虽然那些肉啊、那些酥油就被这个狐狸啊，还有那些狼啊吃掉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拿到。所以后来呢，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说有这样一个闻喜在尊者在闭关。这时候尊者的妹妹毗达他就知道了，他就跑去问这个姑母，他说，因为他知道姑母去见了尊者嘛，见了他哥哥。那时候姑母就说，是啊，我是带了一些供养东西，我是把一些供养带去了，但是呢他根本不理我，所以你是他妹妹吧，所以他应该会理你的。所以他就总之呢就告诉他你要怎么走啊，就让这个妹妹就带东西去，然后他姑妹妹就按照姑母的这个路的是怎么走，总之他就到了这个门口，就在洞口外他就叫了，他就叫他哥哥。那么尊者这样慢慢从山洞里走出来的时候，这个妹妹刚开始还想，这是谁呀？这么一个瘦骨如柴的人，谁呀？所以他说我哥哥呢，他也不知道，他就稍微他还是这个有一点吓到，他还跑开了，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哥哥。但弥勒日巴当然知道那是他妹妹，他就说过来。所以这时候妹妹她样子是不认识是哥哥，但声音一听就很熟悉嘛，她就说哦，这是我哥。所以她就赶靠近这个洞口，这时候才仔细看到尊者，他连每一个这个毛孔啊都是绿色的，因为吃荨麻给吃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他的身体呢瘦的跟那个骷髅头一样，然后鼻子也塌了，眼睛呢也都凹陷进去了，甚至连话都不太能说，因为实在是太没力气了，话都不太说出来，都有点口疾，就觉得说声音都说不太出来。所以谁看到大概真的都是会很难过的，所以更不用说他妹妹，这一看到就是说悲从中来，他就开始大哭，他说全世界没有比我们兄妹俩更凄惨的人了，总之就开始放声大哭。那这时候哥哥呢就总之就开始安慰他嘛，然后这时候也唱出了这个劝慰道歌、劝慰歌。总之这部分不多说，但之后妹妹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你也没什么东西给我，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接着就只能煮些荨麻吃吧。所以尊者就让他妹妹去煮这个荨麻吃。妹妹当时就想，平常如果我们要比如说煮个面吧，通常都会要加些佐料嘛，比如说要加些盐啊，加些佐料等等嘛。所以妹妹就心想，之前不是姑母有带些东西供养尊者嘛，所以应该会有剩下一些。她就问说，这个煮荨麻需要佐料，那这些佐料盐在哪里？尊者就说哪有？他说如果是有盐的话，那荨麻里面有盐的话，那我就有食物了，那我是从来没有食物的。
因为通常我们说一般的食物就是它必须要有佐料，它有什么的嘛，盐的，所以最后他没办法，这妹妹就只能就丢了3把这个荨麻到这个锅中去煮，就尊者还吃得很香，但妹妹看到这样的食物，虽然她自己是个乞丐哦，妹妹自己是个乞丐，但是她看到这样的食物，她也想吐了，所以她又开始哭了。看到这样的食物，她就说啊，我们兄妹俩再这样下去，有一天真的就会活不下去了。他就跟他哥哥说：“你要不要出去，还是化点缘吧？”尊者说是，他说我呢，只想着说在这里做些修持，我没时间到外面去化缘。这种妹妹呢，就想说该怎么办，所以就知道她自己出去哦。总之就到反正东奔西跑去，好不容易就求来了一点点这个给乞丐的这种糌粑，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然后就带回去，就供养给这个尊者他哥哥。那回去的时候呢，这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尊者本来平时也不穿衣服嘛，所以这时候一看到尊者完全没穿衣服，他就说：“你连我这个妹妹，你都不注意你的这个衣着，你都没有这个羞愧感，那你真的不是个人呐！”他这样说，对尊者说。所以这时候尊者又唱出了另外一首道歌，这部都不细讲。从之后呢，妹妹呢又出去这个乞讨。那路上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医师叫8日医师在弘法这样的盛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下面骑着马，他身上还穿着这个披风哦，上面还有这个宝伞，就这样就弘法盛况，他进来的这个样子。妹妹就心想，真的一个修行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要有个这样的威风的样子。这个我哥哥呢，这个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可能是个修行人？所以总之呢，他又这个妹妹又开始东奔西跑，然后就找到了一些这种，就是找了一些破布，就是别人不要的这种像当垃圾的一些破布，他就收集了这些破布，还有他找了一些这个狗的毛，还有这个羊的毛等等啊，就把它总是拼凑起来变成了一件毯子，就带回去了。他就跟哥哥说：“你还是需要一个毯子当衣服。”而且对尊者说：“一个修行人，你看就应该要像是8日医师那样，你看他多有福报，多威风啊！你这样哪像是个修行人呢？所以呢，我帮你这些破布做了一个衣服，做了一个毯子，你把它当成衣服穿着吧。那然后你就到8日医师那边，你去当他的侍者吧。”总之，这一段故事到这里，尊者那时候就唱出了一个叫“舍弃世间8法歌”。那总之呢，我这里主要讲到这段故事的原因就是之后这个妹妹，总之她又去这个化缘，她有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糌粑跟酒回来，然后他们就举行了一个会供。当时呢，他就对妹妹说：“以后呢，你就不用再来了。我要好好修行，你这样总是跑来看我，这也是干扰到我的修行。”所以总之之后，他就唱出了这个满意歌。那这里的满意歌可能有些不同的版本。那我这是从这个准那吧，这是第3世法王编辑的，应该是法王编辑里面的。所以礼敬三身上师前，应该是这样子的内容。既无亲朋为挂念，如是死于崖洞间。亲朋不顾我将老，如是死于崖洞里。我死悄悄无人知，如是死于崖洞里。
Hadi şerüydü ne oldu da? 예시를 정비 집어도 저기 뭐에 사와로 리춘대로 치는 나 장비 상법主位入世死于癌洞里，我是一任苍蝇使。入世死于癌洞里，洞内死事无血痕。入世死于癌洞里，我是周围无人绕。入世死于癌洞里，我心何方无人问。入世死于癌洞里，无人接近癌洞处。那么为利一切有情故，加持穷子得山居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哦，尊者他完全舍弃了一切。他说：“如果我死悄悄无人知，我是一任苍蝇使哦。”他觉得这样子都是他圆满了他修行人的一个心愿等等等等。所以从这样的一首道歌中，你可以看到尊者也就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为一个修行人，我们真的不应该这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你自己到底程度是怎么样？你有怎么样的能力？不是透过别人他是不是重视你，是不是关注你，或者有没有认同你而决定的，不是。所以你自己到底有多好，或者有多么不好，都不是别人说的算的，那都不是重要的。就像修心七要当中有说二正取上手，也就是说自己其实是这两个证人，自己的这个证人就自己是最清楚自己的，还有再加上了佛法上师的口诀等等这些标准来判定到底自己是好还是坏的。换句话说，一个修行人来讲，修行人的自信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佛法还有修行。其实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有菩提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有自信的修行人，你也是一个很安心的人，因为你知道自己具有了这么珍贵的菩提心，像是一个宝嘛，菩提心妙宝一样，你已经具备了，所以你应该是很有自信的。所以这时候你在面对别人的轻视或者忽视的时候，你也不会心生这种怨恨，因为真的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我们今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停的要观察自己的行为还有思想是否符合，或者说是否呼应了这个佛法，而不是这个是否呼应了别人的眼光。因为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价值观，每个人眼光都不同，有的人会觉得某件事情是好的，有些人觉得是不好的，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你因为这样子而让自己的心情有起伏的话，那你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不坚定的，
甚至很多时候有100个人是赞美看到的是好的，但只要有那么一个人是批评的时候，你反而更在乎的是那一个批评。然后你甚至会觉得那一个人的批评，你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是这么认为，都是这么说。而且很多时候，很多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很多人看到他知道他觉得你是好，但他没有说出来，可能有100个人，但是有那么一个人他说出来你是不好的时候，你就最在乎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总之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真的不要太在乎社会上别人的眼光，当然一部分来讲你还是要符合也不能够还是要知道的，但毕竟他们是世俗人嘛，所以他们世俗人的价值观都是这个世间八法等等，其实就像是你看刚刚尊者的妹妹是一样的，她的想法是代表了是世间人的眼光跟看法。比如说她觉得什么样叫修行人，就是你必须要穿的威风，你要是有那样子的架势样子，她觉得才是一个修行人。但是你看密勒日巴，他很清楚自己是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很重要的。好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就休息半小时再回来。接下来第10个是转贪为道用，那这是33个妙行当中的第20个这个颂文。无始以来，生死轮回，令身心饱受巨苦，已然憔悴，故为成就究竟之不敌，力所强悍之身心，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大部分的人对于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呢，在这么长时间轮转当中受到了多少痛苦，还有未来也必定会经验到各种难以忍受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会经历到这么多痛苦的情况，我们都是漠视和不在乎的。然后呢，还是不断的在贪着着我们这个身体，而且完全无法停止对于像是食物跟衣着这种的贪执，还有各种的欲望跟享乐。那么就算是修行的时候，其实还是忙着要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怕这个身体挨饿受冻。但是法王米值多杰他的生活呢是非常简朴的，所以他的生活起居像他的衣服、食物、他的起居用具、床具等等都是非常简朴的，所以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是很容易的，不麻烦的，别人要依止他为上师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因此平常我们会说，我们需要依止的就是一位这个可以说是很随和而且不挑剔的这样一位善知识，不然有的时候有些上师你很难去承事他照顾他。比如说
如果他很挑食的话，那就很不容易。那你要医治他为上师也很不容易。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需要医治就是一位比较随和而且不挑剔的善知识。那米居多杰就是这样一位上师，尤其呢，法王米居多杰呢，无论你给他什么食物，他饮食方面总之是完全不挑食的。似乎是只要他看到了，这样就够了，就可以了。所以他不太会在乎说这个施主的脸色，或者说他也不会在乎这个食物到底好不好吃，他都不在意的。那么有时候就算是有人供养他一道是从来没有吃过的很奇怪的菜，他也会很仔细看着把它接过去。那么就好像你给小孩子一个这个饼子或者是糖果是一样的，他也不会特别想说好吃不好吃，还对小孩子来说只要有吃的就好了，就尤其只要是这个糖果饼子拿到就很开心了。总之，所以米居多杰也是这样，他就马上就会接过去别人给他的这些东西吃哦。一般来说，米居多杰他的饮食似乎是不是很好的，就是很粗茶淡饭的。所以，甚至很多熟悉的人听到米居多杰吃的东西都会哭，就是应该说是吃的太糟了。如果不熟悉他的人听到说米居多杰吃的食物是这个样子，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总之的，在饮食上，这个米居多杰他是非常随和的，他不会挑食说你现在一定要给我这样的某什么样的食物，他从来不会。就是别人你只要做什么菜，做什么样的这个菜色给他都会吃的。所以光是想到这法王这样的一个行医，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一个有福气的人，这个有根气的人，总之听到这样的故事，其实就会觉得自己也要减少自己的口腹之欲了。有一次呢，他跟这个三杰巴就说，你有没有什么这个零食snacks， 你有什么样的零食吗？那三杰巴就是说我其他没什么，我就一个小盒的这个蜂蜜做成的糖，一小盒。法王说没关系，你就拿来吧，我没关系，你给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好吃不好吃，我也不会挑剔你，反正就拿过来吧，反正我只要能看到就好了。然后你之后呢，这个再分给别人吃也可以的。那宋之桑杰巴珠那时候还对米居多杰说，您对这个对法王说，法王啊，您在食物方面还是真的应该多注意一点啊，这个还是要吃的好一些的，不可以随便这样吃的。就说请你也告诉我们你到底想要吃什么。你看其他的上师，他们的侍者都好像都知道该供养什么给他的上师，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到底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供养什么样的东西。法王就说像第4世法王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有啊，他们想要吃什么都有。我们现在呢已经是个穷人了，所以就算是我安排了也不一定能够拿得到的。所以呢，虽然呢法王并没有吃特别好的那种食物但是就很粗茶淡饭，甚至是很糟的食物，但是呢他还是身体非常好，精神奕奕的容光焕发，甚至有时候
有些上师他们说一天不喝这种茶，身体也不会，他们不喝茶身体会累嘛？但米芝多姐不会这样，他就算一整天不喝也不会疲累。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会要喝点茶或者要喝点咖啡嘛，提神。米芝多姐他不喝茶不喝这些，他也不会疲累。就他也不会疲累，也不会想要这个，就都没看过他躺在这个床上是这样躺着休息过。在他的衣着方面哦，他除非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他会穿着比较他才不会穿那种破烂的衣服。因为有的时候，就说，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个法王，所以他还是得穿着比较这个体面，他不能够随便穿这个破烂的衣服嘛。除此之外哦，他的穿着是很随性、很朴素的。有的时候不像其他上师穿的都是那种绸缎啊那样的衣服，他不是，他穿着都是这个布的这种祖衣，它是布做的祖衣等等。还有，那么当时有很多人会供养这些衣服和帽子给法王，所以法王的这些衣饰哦，会穿多久或戴多久，主要是看供养者的信心跟福报而定的，不是说我自己很喜欢这件衣服，所以我会一直穿，或者我很喜欢某个东西，所以因为这样的贪着喜好而一直穿着戴着，不是的，而是看那个供养者的信心跟福报而定。他不只是自己这样子对于衣食啊，对于这些东西不贪着，他也常常会提醒，他也会很高兴就身边的人，如果有人很赞叹那些身边的人，如果谁对于衣着饮食是不贪着的人，他也很赞叹。所以那更不用说，如果是一个远离了世俗娱乐，对于世间八法完全的舍弃，而且舍弃今生的人，那更是会令这个法王米芝多杰更加感到欢喜的。所以法王米芝多杰为了佛教，为了众生，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身体还是仅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而维护然后照顾自己的身体而已。总之不要他没有过多的任何的这些装饰，或者说吃过多的食物，更多的东西，不会的。当时一种说法说噶玛巴是最富有的，有当时西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当时有这个中国的蒙古的很多的这个皇帝会供养他东西，甚至会说很多这些皇室搞不好的就是东西还比不上法王米芝多杰好多，但是呢他本身还是非常的淳朴朴素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么今天大概我想这就是第20个颂文我就讲到这里。那么这里我们行程会有一点改变，那么原因是这个身体之前提到过，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如果有一点点不舒服还好，但是从前几天开始，好像是这个头脑子里面有点头部有点不舒服，是还没时间去医院看但是我觉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么所以明天呢，这个行程有点改变，就是
今天有课程，今天15号嘛有课程，明天16号放假。那我还是会要准备课程，所以我也不算是这个休息哦。所以16号休息，总之，那17号有课，然后18号休息，然后19号有课，那总之最后一天是19号。那之后呢？20、21、22号3天虽然没有课程，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课诵，做一些修法。那么最重要是因为像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很多人的这个死亡，那么现在还继续在打。我觉得如果再不赶快停止这个战争的话，不见得就不会有更大的战争出现，就战争会扩大。所以我觉得要赶快透过修法祈愿，这个平息这个战争，赶快停止平息战争，而且特别回向给在战争中这些死亡的人。同时呢，之前这个中国一个飞机这个掉下来了，那么现在是还不清楚为什么飞机会失事。但总之呢，那么据说也是这个失事也是很严重的，就是总之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失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透过大家聚在一起3天的时间，就20、21、22这3天呢，我们修法回向给大家。那内容要念的特别是什么还没有确定，但我觉得可能主要念的是天法，弥陀的天法，这是恰美仁波切的弥陀天法。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确认。所以就变成1天上课1天休息，再上课休息。所以以后大概可能以后课程规划这样规划会比较好，就是1天上1天不上。那不然呢，有的时候会用力准备过头了，这个身体有时候会不堪负荷。虽然有的时候也想说不管身体怎么样，继续。但是如果这个因为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嘛，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跟大家说一下。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就做回向。